观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。它的特点是缠绵潇洒、俊勇雅致。赵志刚呢，由于他的音质比一般男小生明亮，音量也比较宽，所以在学习尹派唱腔上是个有利条件。这呀，妇女大姐的音信，距离少远方来迎。银谷山里桃花渡，追过罗里寒花城，七宝两亭来春过，距离少远迷人人。看见那边围着里，中间一对母女们，用手上前抬一抬呀，为什么晴天把人门关紧？听得那边呼声响，不见娘子王妃行。后旁还有自唱人，呀唱响内快分明。哎呀，唱口到来看不见。也快上头就看得清，横袖举目向南望，只见一间小草房，小小春台朝上摆，铺木交椅分两旁，三枝清香炉中茶，荤素菜肴桌上放。第一位八香红灯天堂肉，第二位有见鱼儿破皮香，第三位香人蘑菇炖豆腐，第四位白菜香棍炒千张，第五位姜烧胡桃牛鱼牛，第六位酱油花椒在花上，八位一位酒一杯，桌上筷子有一双。哎呀，看起来果然为我做39年，官家的娘子情意长。你听了小赵的唱，感受到尹派那种柔中带刚、委婉舒展之处了吗？好像还不过瘾。尹桂芳的得意门生，观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。它的特点是缠绵潇洒、俊勇雅致。赵志刚呢，由于他的音质比一般男小生明亮，音量也比较宽，所以在学习尹派唱腔上是个有利条件。这呀，妇女大姐的音信，距离少，只见一间小草房，小小春台朝上摆，铺木交椅分两旁，三枝清香炉中茶，荤素菜肴桌上放。第一位八香红灯天堂肉，第二位有见鱼儿破皮香，第三位一抬呀，为什么晴天
把人门关紧，听得那边无声响，不见娘子王妃心。好望还有自藏在远方来意，银谷山里桃花渡，追过罗里寒花城，七宝两林来春过，距离上远别人人。看见那边围着里，中间一对木头妹，用手上前开家长相来开分离。哎呀，常看到来看不见。预料也快上头就看得清，横手举目相